超過4萬個高考生星期五放榜，2萬幾個冇辦法入讀資助學士學位課程嘅中七學生，由於比較難揾舊制重讀，如果要繼續升學嘅話，大部分都只能夠選擇自資專上課程。不過今年適逢係新舊制，同時畢業嘅雙班年，末代考生需要同7萬幾個首屆中學文憑試嘅考生競逐自資專上學額，令到過往被視為係水泡嘅自資專上學額變成搶手貨。我哋曾經向多間自資專上院校查詢，發現大部分院校只係增加1成至到7成嘅學額，好似係中大專業進修學院，雖然加咗2成半嘅學額去到1500個，但已經接獲17000份申請，平均每11個人爭1個學額。而舊年先至開始提供自資課程嘅東華學院，亦都累積有4000幾份申請，平均5.3個人爭1個學額。呢一啲院校單係賺取報名費已經賺到笑啦。以浸大持續進修學院為例，至今收到近1萬份嘅申請，以每份200蚊嘅報名費嚟到計，院校已經淨袋200萬蚊啦。學位競爭激烈，有青年輔導機構話，近年接獲高考生嘅求助個案比舊年上升3成，當中近1成人更加出現持續失眠嘅問題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道。